何醫師啊，我有個秘密想話俾你聽啊！咩秘密啊？究竟你有定冇？虛定實啫？咩虛定實啫？我都冇講大話，我真係有㗎。冇話你講大話喎，你有便秘都分虛定實㗎嘛，咁我先幫到你㗎。如果有實秘嘅人士，我推薦大家可以試下松子人粥。咁如果實秘嘅朋友咧，可能好容易咧滿腹脹滿啦，另外容易口乾舌燥，大便比較乾結嘅。咁我哋咧可以嘗試咧將松子仁30克、大米100克，我哋首先咧浸泡3小時，再將佢哋入粥，慢慢煲成一個粥就可以食用㗎啦。另外咧，松子仁咧係性甘味溫，可以入我哋嘅肝經、肺經同埋大腸經嘅。松子仁含有大量嘅不飽和脂肪酸，可以幫我哋滋陰、潤肺生津、滑腸通便。經常食用松子仁嘅老弱人士，可以幫你回復年輕、潤腸通便，亦都可以有美顏、美容、延年益壽嘅功效嘅。但係要注意，如果係大便溏薄咧、脾虛嘅朋友咧，就唔適合㗎啦。如果係屬於虛秘嘅人士咧，我會推薦黑芝麻杏仁露嘅。我哋咧可以選用黑芝麻100克、杏仁60克、大米100克、蜂蜜30克。首先將以上嘅材料浸泡，磨成糊狀，煮熟之後去渣，冷凍落嚟嘅時候就可以加入蜂蜜攪拌溫服㗎啦。比較適合於咧陰血不足嘅朋友，出現大便秘結、面色黃白、心慌氣短、失眠、健忘、頭暈目眩或者係唇色淡薄嘅人士嘅。但係要注意喎，杏仁咧我哋多數選用南杏，係味道比較甘甜啦，而且無毒嘅。